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一次的临时会上午进行各委员会议案审查，其中伫个财经委员会由议员曲小成提案，因为石尾天然气发电厂将要伫个安南区甲安定区的交界要来起电厂，日前嘛引发当地居民的反弹，并且成立自救会来抗争。虽然进前市府就表示，只要民众有顾虑，市府的审查就袂来通过。现在该案将进入环境影响评估，对此议员嘛提案，建请市府莫同意该案的开发。侪人反对啊，是10个反对，恁就要停啊，是100个反对啊，是1万个反对啊，爱讲清楚啊，恁袂使讲到时讲啊，几个啊，佮带我几个人去答应，恁就互通过，这站啊，不管环评有过无过就对啦，市政府就是一定爱动啦。选在那一个点，本来就是非常的不适当，因为还没环评的时候，大家就这么大的一个反对的声音。你即摆都讲当伊环评过，你较来看电府，有什么反应的声音，你较要来改主导。那他环评都通过了啊，我们地方一定有这个大使敢去挡中央的案子吗？民就是社社会，所以咱下地方无沟通好势，我最先咱是袂甲审查。这部分甲议员做保证。我觉得这个案子照案通过，让你更有依据嘛。你会去跟这家公司讲说，我们议会就反对你们在这个地方设这个天然气的那个发电厂，你更有民意依据有什么不好？我觉得你老要讲，我们台南市的电不够用，电不够用，不一定爱设底下嘛。我们今天不是反对你设，是不希望你设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建议那个主席是不是裁定，就是我们也尊重我们在地的议员还有提案人，我觉得应该要照案通过，让你更有依据去跟那个业者做一个谈判。面对欠电的危机，议员表示，不是反对电厂，而是地点的选择问题。因为该位置周边5公里内都有12万的人口，邻近地区还佫有病院、5间中小学、加历史博物馆、阿泰棒球村等重大的建设。加上未来还佫有社会主体等，属于人口密集的城中区，因此建请市府莫同意电厂的开发案。最后委员会嘛决议，该提案照案通过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